《西遊記》原著最後靈山嘅一把手燃燈古佛究竟係邊個？點解佢係靈山排位第一嘅人？咁多年嚟眾說紛紜，撲朔迷離。燃燈古佛嘅真正身份一直係好多《西遊記》原著愛好者中意研究嘅話題之一嚟嘅。我一直覺得《西遊記》原著更加似係偵探小說。真正讀過原著嘅朋友一定會發現，除咗表面嘅文字情節之外佢背後明顯係隱藏住一條完整嘅邏輯秘密，即係收埋明暗兩條線。《西遊記》原著係明朝嘅諷刺小說，佢嘅暗線嘅真相往往同埋表面明線係啱好相反嘅。今日我要講出嘅結論肯定又會完全顛覆大家嘅認知㗎啦。暫時嚟講對於燃燈古佛嘅身份仲未有邊一位學者同埋網絡嘅博主嘅觀點同我係相同嘅。我今日就同大家推理下呢個重大秘密。追加嘅朋友點個讚，我先有動力耕落去㗎嘛。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上一回講到燃燈古佛拆穿咗無字之經嘅情節，令取經團隊返嚟靈山攞走呢個有字真經。喺解密之前大家先回憶一下，我喺解密嘅第一集就講過解密原著嘅3個原則。第一個，《西遊記》原著係作者構建嘅完全嘅獨立世界。第二個，解密唔可以受影視作品影響，影視作品都唔係原著嚟嘅。第三，最重要，解密唔好聯繫其他嘅文學作品，一切要從《西遊記》原著入邊推理答案。第三點係好多解密愛好者違反嘅原則嚟嘅。好多人解密《西遊記》原著好中意聯繫歷史嘅，聯繫埋《封神榜》啲情節。但凡你見到一啲博主聯繫現實嘅歷史同埋《封神榜》嘅情節嚟解密你基本可以肯定佢嘅解密係唔準確嘅。記住，《西遊記》原著係作者構建嘅獨立嘅世界，邏輯只可以喺原著入邊推理。大家可以檢索下燃燈古佛喺《西遊記》原著入邊只係出現過3次嘅啫。第一次就係原著嘅第5回，孫悟空大鬧天宮，太上老君空咗個兜率宮，特登引孫悟空入嚟偷單做咗個局。唔記得嘅朋友可以點下屏幕嘅合集，可以睇翻我解密嘅第5集大鬧天宮局中局啊。第二次出現就喺第98回無字之經呢度啦。最後一次出現就係第100回靈山嘅排名。我哋應該點樣推理入手呢？首先，佢係靈山嘅一把手，佢做佛家一把手必須要承擔一個壓力，就係來自於道家嘅壓力啦，亦即係太上老君嘅壓力。道家嘅太上老君先係真正3界嘅大佬。燃燈古佛可以做靈山嘅一把手佢必然係同太上老君有關係嘅。呢度同第5回太上老君同埋燃燈古佛喺天庭開會不謀而合啦。我哋可以初步推斷燃燈古佛係依附於太上老君嘅存在。再講直白一啲，燃燈古佛背後有太上老君撐腰，所以佢做靈山一把手可以保證佛家依然係尊道家為上嘅。跟住嚟大家就要重點回憶我前面解密嘅大鬧天宮局中局啦。孫悟空係如來製造嘅，孫悟空大鬧天宮事件係玉帝為咗上位天庭第5帝，揾西方如來合作嘅計劃，目的係實現玉帝同埋如來嘅雙贏。叛徒嘅丟失係王母同埋佢嘅仙女東華帝君合謀噶嘛，真正偷桃嘅係東華帝君嘅徒弟王母嘅契仔東方朔做嘅。孫悟空偷單亦都係太上老君同埋佢嘅女秘書青牛精做嘅局。唔記得嘅朋友可以睇翻解密第5、第6、第33、第54集。喺500年前喺大鬧天宮計劃進行嘅時候，太上老君識破咗玉帝同埋王母各懷鬼胎嘅計劃，空咗個煉丹房引孫悟空嚟偷單做局。大家諗下啦，呢個時候燃燈古佛啱好嚟揾太上老君開會，呢個係咪巧合嚟嘅呢？西遊記行文邏輯原著係唔存在任何嘅巧合嘅。燃燈古佛呢個時候嚟揾太上老君絕非巧合。大家諗下啦，如來800幾年前製造孫悟空，同埋玉帝開始大鬧天宮計劃，如來假扮須菩提喺靈台方寸山，即係靈山教孫悟空法術，係需要靈山各方嘅神仙配合嘅。咁大嘅動靜，燃燈會唔知咩？你唔好唔記得西方雞鳴關當時仲有毗藍婆噶嘛，佢最後成為咗靈山嘅2把手。喺呢度我哋可以好肯定，如來同埋玉帝合作嘅孫悟空大鬧天宮計劃，燃燈同埋毗藍婆必然係知情嘅。前面解密講過，燃燈、毗藍婆、如來都曾經係真菩提祖師嘅弟子，師出同門，佛道兼修。西方佛家當時地位唔高啦，俾道家同埋觀音嘅東方佛家壓制。如來同埋玉帝合作，對西方靈山地位嘅提高係有幫助噶嘛。所以燃燈同埋毗藍婆都默許如來製造孫悟空嘅計劃。
但係喺大鬧天宮計劃進行嘅時候咧，各方勢力都喺度虎視眈眈。最明顯嘅就係觀音啦。大家回憶嘅係一個重點嘅情節。喺大鬧天宮嘅時候，孫悟空同埋二郎神大戰，觀音同埋太上老君喺雲端觀戰。觀音想用淨瓶直接掟死孫悟空，被太上老君阻止。跟住太上老君咧用佢個金剛鐸掟中咗孫悟空個頭，最後孫悟空被捉住。大家記唔記得呢個情節？觀音當時點解咁急住要殺孫悟空呢？嗱，當時解密講過啦，觀音見如來啊冇嚟到蟠桃會，隱約估到如來同埋玉帝合作咗呢一場戲啦。佢唔想如來上位西方佛祖，所以想殺孫悟空，阻止如來出場。但係解密到而家再睇呢，當時觀音想殺孫悟空呢，唔係咁簡單話估到如來同埋玉帝合作㗎噃，而係有人事先通知咗觀音。呢個人係邊個呢？咪就係毗藍婆咯。解密第112集天竺國講過，觀音、毗藍婆、太陰星君合作咗神仙雙修藥嘅生意啊嘛，三個女人。靈山嘅燃燈、毗藍婆、如來呢三個人表面就師出同門，其實就各懷鬼胎。嗱，毗藍婆同埋觀音有合作啦，同埋如來又曾經係仙女，觀音係東方佛家，如來係西方佛家。毗藍婆事先通知咗觀音如來嘅大鬧天宮計劃，亦都係賣觀音一個面子，因為毗藍婆多方投資啊嘛。無論未來東西兩方嘅佛家邊邊贏，毗藍婆都可以漁翁得利。事實上，毗藍婆的確係贏咗啊！佢成為咗靈山嘅二把手，成為咗藥師琉璃光王佛。唔記得嘅朋友可以睇翻解密第114集。但係唔好睇少咗靈山仲有燃燈噃，燃燈背後係老君。你毗藍婆通知咗觀音出手啊嘛，我燃燈古佛直接去天庭上門揾太上老君，大家明白未啊？燃燈嘅目的係乜嘢？燃燈揾老君就係要老君最後阻止觀音用淨瓶掟死孫悟空。如果孫悟空被觀音所殺，咁觀音嘅功勞就最大啦，觀音嘅東方佛家嘅地位就出咁上噶啦噃。太上老君唔希望東西任何一方嘅佛家地位上升，所以老君一定會出手阻止觀音。老君必須要自己捉住孫悟空，掌握主動權。我第10集嘅解密講過啦，太上老君用八卦爐燒孫悟空嗰陣時咧，佢用嘅係六丁神火，目的係研究孫悟空，拷問佢出身，睇下如來係點樣製造佢出嚟嘅。但係更加重要嘅係，我當時冇講，就係太上老君想將孫悟空練翻做一粒舍利子，進一步拿捏如來，不可惜失敗咗。燃燈當時嘅心理就係，我暫且幫如來，等太上老君阻止觀音殺孫悟空。如果大鬧天宮計劃，老君順利捉住孫悟空贏咗，咁我燃燈係老君嘅人，我係有功勞，唔會蝕底噶噃。如果如來贏咗，咁我阻止觀音殺孫悟空都係有功勞啊，我幫咗靈山都唔蝕底啊。所以燃燈喺孫悟空大鬧天宮嗰陣時去揾太上老君呢，係一部穩贏唔輸嘅妙棋嚟㗎。有啲燒腦係嘛？大家慢慢消化。好啦，大家有疑問啦。大鬧天宮計劃過去咗500幾年啦，燃燈背後就算有太上老君撐腰啊，但係取經路上邊啊，如來同埋老君啊喺青牛精金兜山都開始合作啦，如來越嚟越強啦，點解最後佢都仲係做唔到一把手嘅呢？嗱，呢個就係解密推理嘅重點啦，亦都係解開燃燈真正身份嘅重點。切入嘅關鍵點喺邊度呢？大家諗下啦，燃燈可以做一把手，佢一定係有某樣嘢係如來忌憚嘅，一定有一樣過人之處。大家聯繫下成本《西遊記》原著諗下啦，如來最驚係乜嘢啊？估唔到啊？不妨從五行相生相克嚟諗下啦。前面講過啦，如來係金身，五行屬金，燃燈屬咩㗎？明顯係屬火噶嘛，因為燃燈啊嘛，個名啱啱好就對應咗五行嘅火克金，燃燈克住如來。再進一步推理，如來最驚乜嘢火呢？《西遊記》原著入邊最出名嘅火，三昧真火。大家回憶下原著第41回紅孩兒，原文有介紹三昧真火嘅，永鎮西方第一名。三昧真火可以鎮壓成個西方佛家。東方佛家嘅觀音一樣都怕三昧真火噶噃，你仲記唔記得觀音係點樣收復紅孩兒噶？係將成個後山灌滿晒水，等紅孩兒根本就冇辦法使出三昧真火，先捉住佢嘅。三昧真火一旦使出咧，佛家人就束手無策噶啦。如來最怕就係三昧真火，咁呢度我哋可以好大膽咁推理啦。燃燈古佛極有可能係識得三昧真火噶噃。大家回憶下《西遊記》原著嘅世界，已知識得三昧真火嘅人有邊啲？
嗱，太上老君啦，太上老君嘅私生子紅孩兒啦，仲有上古三王之一嘅燧人。大家諗下，燃燈如果識得三昧真火，佢最有可能係邊個嘅徒弟？燃燈古佛佢全稱叫南無燃燈上古佛，上古時期佢就喺度噶啦噃，所以佢最可能係上古三王之一嘅燧人嘅徒弟。呢度又出現一個問題啦，如果燃燈古佛佢係識得三昧真火，佢有咁強嘅實力，咁佢一早就取如來代之啦，如來仲點有可能搞出咁多計劃呢？所以我哋推理下，燃燈佢不完全識得三昧真火，佢淨係識得一部分，咩意思呢？解密到呢度就嚟到高潮啦吧！大家翻開原著第96回，唐僧師徒喺華光行院度避雨，唐僧話華光菩薩係火焰五光佛嘅徒弟，因為剿除咗毒火鬼王，降咗職，化作五顯靈官，呢度必有妙足。咁多年嚟啊，好多人都喺度猜測解密呢幾個人嘅關係，但係邏輯咧都唔夠清晰嘅。我哋嘗試推理下，大家回憶下，三昧真火係要燃燒體內嘅五行精血先可以發揮出威力嘅法術，屬於殺敵1000自損800嘅技能。火焰五光佛，五指嘅係體內嘅五行，光指嘅係陽，陰陽嘅陽。咁即係講明咗火焰五光佛極有可能亦都係識得三昧真火㗎噃。大家覺得火焰五光佛最有可能係邊個呢？嗱，我俾出一個結論，火焰五光佛嘅真實身份就係後嚟嘅火德星君，喺青牛精金兜山有出場嘅。大家睇下第51回嘅原文，火德星君全名叫做南方三氣火德星君，佢個名叫熒惑。喺第32回平頂山，孫悟空講過南方嘅妖怪咧，我捉住佢交俾火德啦，證明喺《西遊記》原著嘅世界，火德星君嘅地位好高嘅。南贍部洲東土嘅煙火咧，歸佢所管。火德星君就係《西遊記》世界嘅灶君，三氣即係三氣，對應嘅就係三魂。火焰五光佛，五光就係五行陽氣，所以火焰五光佛就係火德星君嘅舊身份。火德星君咧負責南贍部洲嘅人間煙火，南贍部洲嘅大佬咧係道家嘅太上老君，毫無疑問，火德星君嘅背後就係太上老君。佢係太上老君嘅心腹。喺青牛精金兜山呢一回咧，太上老君揾如來傾合作，叫如來送18座金山呢一站啊嘛。火德星君咧係全程配合做戲噶噃。嗱，孫悟空嚟天庭揾佢，佢非常之禮貌就應承下凡幫佢啦，亦都好明顯睇得出啦。而家知道咗火焰五光佛係火德星君啦，咁我哋就繼續推理啦噃。火德星君個名叫熒惑，螢火，諧音即係螢火啦，螢火啊嘛。螢火同埋燃燈明顯意思係一對嘅噃，螢火點燃燈啊嘛，所以火德星君同埋燃燈古佛必然係有莫大嘅關係嘅。加上頭先解密講過，佢哋而家兩個都係太上老君嘅人，咁我哋可以大膽推理出上古時期火德星君當時呢個名叫做熒惑，佢同埋燃燈咧師出同門，都係上古燧人嘅徒弟。咁大家肯定會問啦。而家解咗火德星君嘅身份啫，咁燃燈嘅身份到底係邊個呢？可能有朋友已經隱約估到啦。燃燈嘅前身就係毒火鬼王，係咪好顛覆大家嘅認知啊？《西遊記》行文邏輯，鬼王呢個職位喺《西遊記》原著入邊咧係出現過非常之多次嘅。最印象深刻嘅咧就係第4回，有兩個獨角鬼王教唆孫悟空自稱齊天大聖啊嘛。當然呢個玉帝同埋如來嘅計劃啦，就係要孫悟空自稱齊天大聖，推動呢個大鬧天宮計劃。鬼王呢個職位咧，經常係喺天庭做一啲跑腿啊、打雜啊呢啲乜嘢嘅。如來所在嘅靈山點解叫靈山啊？靈山喺明線上面咧就係靈台方寸山啦，指嘅係修心；但喺暗線嘅情節入邊咧就係靈魂之山噃。西方點解冚唪唥都係妖魔鬼怪啊？因為西方住嘅就係妖魔同埋鬼怪，靈山裏邊修仙嘅咧冚唪唥都係妖仙同埋鬼仙，呢個就係《西遊記》原著入邊最大嘅諷刺。靈山嘅人係食輪世羅漢續命噶嘛，修仙嘅冚唪唥都係鬼，鬼王同埋三界嘅土地啊都係屬於鬼仙。咁鬼仙係來源於邊度嘅？鬼仙當然係來自幽冥噶啦，幽冥教主地藏王啊嘛，鬼屬陰。咁都側面證明咗如來同埋地藏王一直有合作嘅。
地藏王提供咗好多三界嘅底層勞動力啊，鬼王同埋土地啊嘛。而家大家理一理個邏輯啦，還原出成個故事嘅真相。上古大神燧人有兩個弟子，熒惑同埋毒火。燧人呢就傳授咗熒惑三陽真火，簡稱就係氣火啦。同時傳授咗毒火三陰真火，簡稱就係煙火，一陰一陽。所以大家睇下《紅孩兒篇》啊，孫悟空被三昧真火所傷，主要咧係被煙所傷嘅。三昧真火咧係要陰陽同時兼具先至可以發揮威力嘅。上古嘅人獸大戰之後啊，燧人犧牲咗，三界又共同合作製造咗九齒釘耙暗殺盤古。大家留意下原文對九齒釘耙嘅描述啊，老君自己動鉗錘，熒惑親身添炭屑。呢個時候嘅熒惑咧未係老君嘅部下。老君暗殺盤古成功之後啊，盤古就化身真菩提祖師，創立咗狐教，廣收門徒，演變成後嚟嘅東西兩方佛家。嗱，唐僧喺經書上面睇到嘅歷史咧，必然係東方佛家嘅歷史嚟噶嘛。所以熒惑後嚟入咗東方佛家，成為咗火焰五光佛，而毒火咧就入咗幽冥教，跟咗地藏王菩薩。嗱，而家重點嚟啦。華光菩薩係火焰五光佛嘅徒弟，因剿除咗毒火鬼王，降咗職，化作五顯靈官。呢句說話入邊最重點嘅地方喺邊度？考考大家嘅智慧啦。最重點嘅地方就係降咗職。大家睇下邏輯，華光菩薩剿除咗毒火鬼王，反而降咗職。降職係咩意思啊？我哋還原下成個故事真相啊！1000年前，老君殺死真菩提祖師之後咧，化狐為佛。狐教嘅後患就在於產生咗東西兩方嘅佛家。老君為咗壓制兩方佛家嘅勢力咧，行咗幾步棋。首先將如來流放咗去大雪山，跟手說服火焰五光佛離開東方佛家。老君許諾嘅條件就係火德星君嘅職位，等佢嚟掌管南贍部洲嘅人間煙火。老君呢命令火焰五光佛派自己最強嘅徒弟華光菩薩去幽冥同地藏王談判。老君呢要毒火鬼王呢個人。華光菩薩咧係火焰五光佛徒弟，肯定係識得三陽真火噶嘛。老君呢要用識得三陽真火嘅華光交換識得三陰真火嘅毒火鬼王。華光留喺地藏王身邊，毒火出嚟跟住老君。咁樣老君就同時掌握咗陰陽二火嘅傳人啦。有呢兩個人呢，就更加可以永鎮西方佛家啦。於是華光菩薩就降咗職，意思即係話下降到幽冥任職，成為咗五顯靈官。靈官呢個詞啊，就證明咗華光菩薩嘅身份變咗鬼仙咯。火焰五光佛成為咗南方嘅火德。老君任命毒火為燃燈，放喺靈山，安插喺如來嘅身邊做內應。如來被流放去大雪山之後呢，燃燈同埋鳥族嘅毗藍婆就合作策劃孔雀去大雪山接翻如來翻嚟。靈山呢邊嘅接應就係接引佛祖南無寶藏光王佛。唔記得嘅朋友咧，睇翻前面解密第71到74集。嗱，呢度可以睇出燃燈古佛非常之聰明，喺老君同埋如來兩邊攞好處嘅，同時有兩邊唔得罪，從中取利。但我哋更加可以睇出太上老君唔簡單。太上老君自己係識得三昧真火嘅，但係三昧真火殺敵1000自損800喎。太上老君唔會咁戇鳩傷害自己噶嘛，所以佢喺1000年前就拉攏咗熒惑同埋燃燈陰陽二火。300年前佢又開始傳授自己嘅私生子紅孩兒三昧真火，令到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嗱，了解清楚燃燈嘅故事之後呢，我哋繼續翻到主線，睇下取經團隊點解最後會降落喺通天河嘅呢？下回分解。